第11章，神就是所仰望的事的实底，是未看见的事的确据。古早人伫这个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咱因着信就知影这个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。安尼所看见的，并毋是对显然的物做出来。亚伯因着信献祭予上帝，比该隐所献的较好，因为安尼就得了称义的证据，就是上帝指伊礼物做的见证。伊虽然死了，却因为信照旧讲话。以诺因为信受指去，未到得看见死，人也找袂着伊，因为上帝已经将伊指去。只是伊受指去的以前，已经得了上帝欢喜伊的明证。人若毋是有信，就袂会得到上帝的欢喜，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，的确着信有上帝，搁信伊赏赐迄个祈求伊的人。那啊，因为信就得到上帝指示伊未看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有备一只方舟，互伊全家得救。因为安尼就定了迄世代的罪，家己也承受迄个对信而来的义。亚伯拉罕因为信忘掉的时阵，就遵探命令出去，去将来要得罪业的所在。出去的时阵，也毋知去叨落。伊因为信，就伫所应允的地做人客，亲像伫生分所在徛起帐边，甲迄个当得一个应允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因听候迄座有根有基的城，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因为信，连撒列家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岁，也未怀孕，因为伊掠做迄个应允伊的是可信的，所以对一个仿佛已经死的人，就生出子孙，亲像天顶的星遐尼多，海边的沙迄款的无数。这个人拢是存信心死的，并无得到所应允的，却是对远远的所在看，搁欢喜迎接，搁承认家己伫世上是出外的人客，是寄居的。讲这款话的人，是表明家己要找一个家乡。因若少年所离开的家乡，也有通倒去的机会，因却是宣布一个敬美的家乡，就是伫天顶的。所以上帝受称作因的上帝，并无掠做见笑，因为伊已经甲因预备一座城。亚伯拉罕因为信，受试验的时阵，就将以撒献上。这就是迄个欢喜领受应允的，将家己独生的囝献上。论到这个囝，捌有话讲，对以撒生的，则通称作你的后裔。伊掠做上帝要为互人对死来过活，伊也仿佛对死中得到转伊的囝。以撒因为信，就指着将来的事，甲雅各、以扫祝福。雅各因着信，得要死的时阵，甲约瑟的两个囝，逐个祝福，扶着拐仔头敬拜上帝。约瑟因为信，临终的时阵，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搁为家己的骨骸流落为名。摩西出世，
伊的父母看见伊是一个真水的囡仔，就因着信，将伊藏3个月，毋惊王会受气。摩西因为信，长大就毋肯称作法老查某囝的囝，伊宁可甲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毋愿意暂时享受罪中的快乐。伊看见为基督受的凌辱，比较埃及的财物更较宝贵，因为伊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伊因着信，就离开埃及，毋惊王受气，因为伊恒心吞忍，亲像看见迄个未会看见的主。伊因着信，就守逾越节，行后悔的礼，免得迄个灭大囝的临到以色列人。因着信，过红海亲像行大地，埃及人试看要过去，就受吞灭。以色列人因为信，围塞耶利哥城7日，城墙就倒塌。基路拉合因为信，捌和和平平的接待侦探，就无甲遐个无顺探的人相甲灭无。我又何必搁谈呢？若要一个一个详细讲，基甸、巴列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卫、撒母耳甲众先知的事，时阵就无够额。因为信，制服敌国，行公义，得到应允，踢条狮的喙，灭大火的名烈，烫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做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拍退外邦的全军。有负责人得到家己的死人搁活，搁有人忍受严刑，毋肯随便得到偷棒，为要得到敬美的搁活，搁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拍、捆锁、监禁，特定的磨练，互石头钉死，互锯死，受试探，受倒台，满绵羊、山羊的皮，逐位喷跑，受丧凶、患难、苦害，伫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着，本是世界未配有的人，这个人拢是因为信得到美好的证据，却犹原未得到所应允的。因为上帝甲咱有备敬美的事，互因若无甲咱相甲得到，就未为完全。